歡迎你翻嚟傾偈 Chit Chat 呢個 podcast channel。上一集咧就係記錄咗呢個 podcast 1歲嘅生日，咁啊記錄咗我一啲嘅諗法，同埋邀請咗大家，即係如果你有興趣想知下關於呢個 channel 啊，可以寫啲問題俾我，咁我又學下啲 YouTuber， 即係做下啲 Q&A， 答下大家問題。多謝你寫嘅問題啦，你好老實，雖然咧就唔係好多，咁但係都多謝。如果你係即係寫問題嘅嗰個，咁啊可以答下少少問題啦。第一個問題有冇 IG 啊？即係好慚愧嘅就係咧，其實咧我係冇 IG 嘅，無論我個人啦或者呢個 channel 咧都冇嘅。咁啊第一個原因嘅就係因為係咪年紀嘅問題咧？即係要我去管理兩個 social media 咧，我就覺得即係比較吃力。但係更加嘅就係我亦都唔想要做兩個 social media platform 咯，因為即係時間都係好寶貴嘅。如果有聽上一集嘅，知道我1至5都要翻工啦，有家庭啦，其實我都寧可啲時間就係陪屋企人啊，有自己嘅時間啊，係啦，當然做下呢個 channel 啊，即係同身邊嘅朋友可能相約食下飯啊，見下面啊。咁所以如果要即係搞多個 social media platform 咧，我覺得都唔係最想。咁所以咧，我係冇 IG 嘅。咁anyway， 即係多謝有留言俾我嘅你啦，有俾 like follow 呢個 Facebook page 嘅你啦。即係咯，如果冇 IG 為你帶來不便咧，即係好抱歉。咁但係真係冇辦法啦，咁就真係冇咯。咁所以雖然 Facebook 係舊啲，咁但係係咯，唯一我而家用緊嘅 platform 咧就係 Facebook 啦。第二個問題咧講嘅就係點解我會想開始呢個podcast channel？之前咧我嘅前言可能都有講嘅，咁唔緊要啦，係啦，又補充下又好，或者再講都好。其實我真係覺得近呢幾年，即係離開香港移居咗去外地嘅，即係香港人，一來人數唔少啦，二來可能走嘅時間亦都即係相對可能都係倉促一啲嘅。咁當然有啲人可能好 well plan， 咁絕對有。咁但係即係我自己嘅感覺都係比較匆忙。咁所以其實都係好多嘅經歷經過，即係有好多每一個家庭有自己嘅故仔，其實都係即係行過。咁我覺得都幾值得去記錄咯。係咯，而呢啲古仔縱然可能都係大家都係普通人啦，咁但係對於即係個故事嘅主角，對於佢嘅家人，無論係一齊走嘅家人，或者係留低喺香港嘅家人，我都係一啲好彌足珍貴嘅片段。咁所以自己好想可以即係記錄一下，為呢個大時代去留啲嗰啲叫咩墨水啊？又唔係嘅，即係叫一啲片段啦。咁所以就係開始呢個 channel 咯。咁可能嗰個接觸問題有人都問嘅就係留嚟做咩啊？可能其中一個我自己覺得嘅係一路即係發展到而家錄咗10幾20集，特別同啲嘉賓朋友去傾偈。我覺得做記錄其中一個慢慢發現嘅就係其實都幾助人自助啊。因為即係我都講過，其實好多我啲嘉賓朋友嘅故仔，其實我自己好有共鳴。而當呢個共鳴產生嘅時候咧，我自己對於我自己嗰個經歷都有一啲點講可以放下放低嘅狀況出現咗。即係如果用一個心理學即係就好似都幾療癒嘅，都幾 therapeutic 嘅。咁所以我覺得對於聽古仔嘅我，聽古仔嘅你，或者講古仔嗰個嘅主角，我都係一個幾助人自助嘅經歷。咁特別如果我自己嚟講，即係近呢幾年我都容易多咗好多去流眼淚。但係咧每一次聽即係啲朋友嘅古仔，同佢哋傾嘅時候，即係縱然可能都有啲經歷係唔係咁容易難過，咁但係我覺得傾完講完，好似一個小總結之後咧，我覺得都好似又放低一啲嘢。咁係咯，希望呢個係咪叫深耕細作即係咯，我成日講都我唔係求 view 數，不過做下一啲啦，又做下一啲啦，希望都可以對於講古仔嘅主角又好，對於聽古仔嘅你又好，都有呢一個即係療癒嘅功效咁咯。
下一個問題咧，有人問嘅就係即係我最想揾啲咩人去傾偈喎？其實如果你聽過我講，都係其實我真係冇乜話特別想揾咩人。咁當然，如果話有啲即係可能相對出名啲人，可唔可以咁講啊？咁啊可以多啲人即係聽下一啲出名啲嘅人嘅故仔，可能都有一個宣傳嘅效果。咁但係又係翻轉頭講嗰句啦，又係重複又重複，即係我唔係求 view 數。咁所以其實真係冇乜特別話想揾啲咩人，咁就覺得反而係越普通嘅人越好添，因為普通古仔即係應該咁樣講，每個人都有自己嘅佢嘅故事咯。我有時會講我話100個家庭有100個原因去離開，咁就100個古仔值得去記低咯。咁所以冇乜特別話想揾咩人啊，就係有人有興趣一齊去傾一齊去 jam， 我就覺得好開心噶啦。咁咯，都差唔多冇乜問題啦。仲有一個問題有講嘅就係話覺得我錄嗰啲質素好似有時有啲參差喎，問我用咩器材。咁好老實，其實咧我錄嘅係用 iPhone 㗎咋。我都有支咪嘅，嗰陣時臨走嘅時候就係喺深水埗係咪黃金啊？即係買支嗰啲毛毛咪咧，咁希望個音即係嗰個音質靚啲咯。咁就係咁去錄㗎咋。咁同啲朋友傾偈就係用 Zoom 㗎咋。我仲要係嗰啲平民版咧，即係40分鐘就冇㗎啦。咁又要再即係入個 meeting 度，又要再錄啊。咁以最低成本剪輯埋後期嘅製作，我就用Apple GarageBand 咯。咁都係我仔教我㗎咋，其實我都唔識㗎。咁係咯，慢慢自己即係摸啲最簡單嘅功能。咁因為勝在就係我係錄聲啦，就唔使話要執啲畫面啦，唔係 YouTube， 咁所以相對就 OK。咁所以可能都仲未係運用得好熟啦啲工具。不過係啦，大家多多包涵，即係希望大家都聽得即係舒服嘅，聽得都 relax 嘅。係咯，我有時話即係大家都係可能可以揸架車出去買嘢嘅時候去聽下，可能就係返工又可以聽下，或者夜晚食完飯坐喺 sofa 度，即係睇 YouTube 都睇到眼攰，又可以聽下 relax 下。如果你仲喺香港嘅朋友，就可能係即係搭巴士搭地鐵嘅時候可以聽下。咁係咯，希望俾到一個餘下嘅時候一個多一個選擇咯。係啦，知下移居去咗海外嘅香港人嘅古仔咯。咁就係咁啦。所以我有嘅問題就係咁多。Anyway 係啦，多謝俾問題我嘅朋友啦，再次多謝你哋。呢個1週年1歲生日嘅 Q&A 就係咁多啦。咁係啦，希望可以繼續同大家互動。下一集我都諗咗嘅，下一集我都想可能錄翻一個自家故事啊。因為我一個系列係香港人最中意翻工啊嘛。我都發覺，我都冇講過我自己詳細一啲我嘅工作啊，嗰個可能最初揾工係點，跟住嗰個翻工係點，到而家我做咗超過2年啊，嗰個情況係點。我自己都想記錄一下，所以喺度咧叫做賣少少廣告，希望都可以好快錄完可以出到啦。不過都係嗰句guarantee 唔到幾時出啊，即係錄完後製完，我希望可能1個月內可以出得到。咁係咯，等大家期待一下。今集錄住咁多先，2週年嘅時候我哋再記錄，到時再有 Q&A， 我哋下一集再傾過。拜拜。